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0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风台。气象署伫今日透早5点半，已经针对杨柳风台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按算伫今日下半晡就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赶紧来听气象署伫拄则8点40详细的说明。 气象署已经在今天清晨5点30分，针对第11号台风杨柳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我们要特别提醒在巴士海峡以及台湾东南部海面航行及作业船只，应该要严加戒备。另外，这个台风预计明天会直接影响到台湾，为台湾带来强风以及豪雨，提醒大家要趁今天做好所有的防台准备工作。我们从今天早上8点左右的卫星资料可以看到，台风目前已经来到台东的东南东方大概730公里左右的位置上，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气级风暴风半径120公里。我们预计台风在未来逐渐朝西北西方向前进，接近台湾过程当中，它的强度有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目前的警戒区域包括了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以及巴士海峡，但随着台风逐渐的往西移动，我们也不排除其他的海域，甚至在今天下半天，我们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而浪的部分，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也会显著的增强。今天各地沿海的浪都还不是很大，但是到了晚上开始，东半部沿海的风浪会逐渐增大到2米。明天各沿海普遍浪高会超过3米，尤其是在台风中心附近，甚至有5米到8米左右的大浪。台风在逐渐往西北西方向的过程当中，预计会是在明天的白天这一段时间，它会逐渐的通过台湾上空，到了明天的晚间进入台湾海峡。因此，明天将会是这个台风为台湾带来比较大的风以及比较大的雨的一天。 那今天深夜开始，台风外围环流的水汽逐渐移入了基隆北岸、宜兰这边，会开始有些阵雨出现。不过最大的降雨预计会发生在明天台风通过的时候，包括东半部地区、嘉义以南跟澎湖，可能都会有大雨甚至豪雨以上的降雨出现，其中包括花东地区。 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其他地方雨势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不过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了。那这个台风它移动速度很快，预计主要的影响是在礼拜3到礼拜4之后逐渐的远离。除了清晨的时候金门可能风雨还比较大之外，到白天开始各地的风雨都有明显趋缓的趋势。 要提醒乡亲，气象署已经伫今日透早5点半发布杨柳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按算伫今日下半晡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伊若可能纳入警戒的范围，包括东南部、东部、中南部。气象专家嘛提醒讲，风台登陆的地点有可能是在台东附近。风台即马愈行愈晚，花莲、台东是爱设置透强风，伊若东半部含南部爱设置风台雨。 杨柳风台伫咧8日暗时8点增强成做中度风台，即马以1点钟26公里的速度伫咧山顶动，照即马的路线看，是向着华东这个方向过来，并且有可能会探过台湾。气象署8日透早5点半发海上风台警报，下昼应该会发陆警，东南部、东部加中南部地区爱加强戒备。今天下午的时候是有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戒区当然是就是以东南部啊，还有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范围，可能是会被纳入警戒的区域。登陆的地点目前看起来就是以东南部的台东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即马风台行的路线比原本有期的国家偏西边、偏南边，所以警戒范围也向南边线。因为拜三是风台上晚台湾，也是风雨影响上明显的时阵，气象应用推广基金会依照欧洲上新的模式预测，风台会伫咧拜三中昼登陆台东。 拜四透早登陆福建，登陆点附近一定会拄到风台中心的破坏性强风，华东拢爱加强戒备。林德军讲，杨柳风台虽然范围较小，不过风强雨大，也是要注意。在迎风面，也就是所谓的宜兰以南地区，都是它的这个迎风面的地区，也是属于剧烈降雨以及发生强阵风。 最为显著的一个热区。除了东半部跟南部爱注意落大雨会造成灾害，气象署也讲，8日暗开始，东半部外海会有2、3米的风影。
拜三风台搁较晚的时阵，伫东半部北部海域，抑有台湾海峡北部风影会增大到3米以上，尤其是挖风台中心的花莲台东，大影可能有5公尺到8公尺悬。记者综合报道。洋流风台即马已经愈来愈晚，有可能会伫咱台东登陆。明仔载是影响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一寡农民已经事先先做准备，会当抢收的农作物已经赶紧收。因那福寿山农场，也到武林农场，拢已经宣布，今仔日下晡开始会有警性休园休困。因那台东往回绿岛红头树的船帮，也有后壁湖往回红头树的船帮，伫今仔日过昼了后，拢会取消。洋流风台可能直接向台湾来，但人后壁种芭乐的农民赶紧架设结果啊，强调芭乐树，搁采收出无偌济芭乐。农民表示，顶回丹那市风台来袭，就已经将10几万粒的芭乐全部毁掉，即马搁拄到洋流风台会当了的芭乐也出无偌济啊。洋流来，我看哦，损失不到1成啊，因为剩下2成啦。如果再来，这就1成啊，我们就剩下1成可以采摘啊。因为风台路线往南修正，可能伫花莲台东一带登陆。台东种雪茄的农民一点仔拢唔敢带去，尤其大目雪茄当日结果，农民透早就开始修剪雪茄的树枝，搁先采收大果，减少损失。应该加价，安尼较唔要损失遐济，较袂倒涨的遐济安尼。伫花莲水尾的河工文带油，过2礼拜才会完全成熟，品质甲口感才会达到上好的时机。当地农民决定无抢收，要甲提供饼一下。要等2个礼拜之后，文旦柚才会完全的成熟。我们现在农友决定是不抢收哈，那也决定说跟老天爷赌一把。洋流风台来甲真凶，福寿山农场甲武陵农场拢宣布，拜二下昼起实施有警性休园。伫海运方面，花莲渔港有真侪渔船拢无出港，加强风台准备。小型船业者也会看风雨的状况，随时调整敢是出航。交通部航港局是公布，拜二当到过了后，到拜三规日，台东来往绿岛、台东来往南屿、后壁湖来往南屿船帮会全部取消，请离岛游客注意船帮的动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同齐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过昼了后有可能有短暂雷阵雨。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头的高温普遍也是伫31度至35度。虽然风台要来啊，也毋过伫大台北地区，今仔日同款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署嘛有针对双北发布高温资讯，伫台北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新北是黄色的高温灯号。因若明仔风台杀回台湾，受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东半部、嘉义以南会落大雨，也是大水雨。尤其是东部、东南部、南部山区，爱细致大雨落出灾情。最近呢，真接落雨，伫彰化社头的清水川和山湖川都接淹水。顶一日又搁落大雨，当地就又搁做大水。当地村长即马表示讲，这是因为在地的湖仔溪排水系统伫早前的时是甲山顶的水下到大路，啊，毋过安尼会害大路的水下无路。亲像顶个月甲搭，即个所在做大水，上无已经有5届啊。大水甲土水冲落来，车路正做一条黄色的河流，两边的居民看唔着人，赶紧关防水门。彰化社头中正路车站下晡因为雷阵雨造成淹水，12虽然水退去啊，不过道路也是无法度行。几乎将护照煞开，当地人才会勉强进出。这条道路连路彰化社头清水甲山湖2个村，当地居民讲，因为伫个八卦山下骹加上地势较低，雨大水拢向这边流过来，居民拢有装防水门。连续落，一直落足大，2点钟就会入来啊。因若看雨落无停，因就雨满清的才来闸门才来闸，但是因是昨才闸，我进前因拢是讲有停。山湖村有2个人，地势较低，受影响差不多60外户。清水村长表示，路会淹做安尼，是因为当地湖仔溪排水系统伫早年规划时阵，就是将山顶的水引导到下骹的道路来宣泄。啊，毋过为顶个月做风台到即马，大水已经暴涨5摆。去年一拄啊尔，啊今年就顶回迄个风台到即阵落来5遍啦。啊，咱看这湖仔溪吼，
安尼对这个山头的水路来。其实早期整治的时候，其实就是针对它现况的这个两侧污岸，就是直接借由下游的道路啦，跟侧沟去宣泄这个径流啦。山外蛮多这种就是山坡地有很多那种坑溪，然后没下雨的时候人还是会使用嘛。那下大雨之后，它可能就当坑溪在流这样。中华管府表示，早年伫八卦山下海的电中治水甲社头拢是安尼规划，倒来会加强野溪、青图墩山，也甲林保署加强避勘整治，尽力减少灾害。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花莲马太安溪的水头，7月份的时因为做风台，所以大规模放起，即马有出现一个崩山湖。若是这个崩山湖嘛放起，大水恐惊就会冲到水尾，安尼影响下边的7个钟头。花莲县政府即马已经表示，伫今仔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了后，就会赶紧甲水尾的民众撤离。来看《自由时报》。由台北市建中和北部20间学校，各一个台中一个国中生所组成的建中乐器联队，因去1年参加2019年世界乐器大赛，伫决赛摕到冠军。这嘛是伫2018年了后，咱台湾囡仔搁一届摕到世界冠军。来看《联合报》。美国晶片大公司辉达和超微，顶礼拜有得到批准会当向中国出口晶片。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两间业者即马是和美国政府交换条件，条件是销去美国的这晶片赚的钱的15%，爱交予美国政府。也来针对台美对顶关税义务，行政院伫昨昏嘛专工开记者会对外说明，强调谈判即马还搁咧讲，所以也未达成协议。一方面是市场的因素，因为美国爱和真侪国家来谈判；另外一方面是咱台湾对美国有贸易逆差，主要拢是主通性这产品，所以希望会当和232条款来做伙协商。所以呢，这过程就较复杂。未来会争取关税降低，嘛莫用他去的方式来扣税。政府嘛强调，台美谈判无互相作业，所尾安尼会伫线顶开一个专区，互各界去查。美国对顶关税，台美谈判进度大家正注意。在下晡，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带真济下晡的首长召开记者会，面对这阵关税谈判秘密作业的质疑，甲各他起的关税计算做一个回应。去年的贸易逆差是739.2亿，当中有90%是逆差。是来自于半导体、资通讯产品、电子零组件等 ICT 产业，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持续的沟通232条款相关的议题以及供应链的合作。陈丽君解释，目前谈判进度台美也持续伫磋商，包括8月17关税上路迄案都有视讯会议。顶礼拜是拜五，也有视讯磋商，强调台美谈判卡条的，主要是因为咱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9成是 ICT 产业，相关供应链合作的沟通真复杂，双方会就232条款对顶关税同齐做伙磋商。美国未来希望成为世界 AI 中心，而我国在半导体及高科技产业长期跟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是互补合作的，所以未来双方互补合作的空间非常的大。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合作。我们希望谈判结果除了再降税率，也能够开启一个更好的我们的产业经济的国际的布局。行政院讲，目前进度是技术性磋商大概先完成，但是对顶贸易主要协议已经达调伫磋商，不过非关税部的障碍，也就是产业是不是开放，也未当公开。另外，对美国投资金额嘛，也未定出来。那因为我们的工具机产业事实上一直在升级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就会遇到的是德国跟日本。那这一次来讲，的确，经过这个暂时性的这个关税以后日本跟德国基本上关税是比我们低一点的。行政院分析，对于产业影响，像讲工具机、兰花、飞蛾虎，咱较输面；其他像手工具、水五金、塑胶，因为竞争对手是中国、越南这个所在，有希望减少冲击。劳动部嘛公布，这波关税冲击可能会有4.2万人面临失业、减班休困，会推杀薪资差额补贴，也甲减班休困训练补贴，两个会当合并来领。记者采访报道。
来关心台积电对昨昏开始要举行2天的董事会，进前就有风声传出来讲，伫董事会顶悬会对外会来说明2奈米外泄案这个案情。另外，美国总统 Trump 进前嘛有对外讲，台积电要投资美国美金2000亿，验过呢这个数字是比台积电进前宣布讲要投资1650亿加较济，所以投资的金额敢真正有变动，嘛引起外界关心。台积电董事会11举行，会连续举行2天。国发会主委也是台积电董事会刘敬清进前表示，台积电董事会会说明2奈米案情。董事会除了听调查报告，也会强化技术保密机制。因为这个涉嫌卷入台积电2奈米制程泄露秘密的工程师，其中3个拢是清华大学的校友，引起产业界甲教育界正关心。这次发生这种事情，清华我觉得不要回避啦，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学，有病就治嘛。啊，没病就防嘛。可是有毛病不要回避，也不要说他毕业了哈就没有 comment， 没有不予置评。顶礼拜五，台积电股价受到可能得到美国协免半导体关税激励台股攻上24000点。不过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对顶关税是个他起的方式，这个消息致使11个台股开盘捌落破24000点。不过台积电开价走悬，盘中搁捌冲上1195块的新关价。不过尾盘收回涨停收伫1180块起5块，带动大盘由乌变红收伫24135点起114点。这届台积电董事会讨论的内容，不但是泄露秘密案，更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对外宣布台积电要增加投资美国，为本来的1650亿提升到2000亿美金。另外传出川普有意爱台积电介入英特尔的经营，甚至入股，这恐惊拢是讨论的议题。接下来的16A、14A 应该也都还是领先啊。而这些先进制程一出来之后呢，美国一定会要求台积电去设厂了。这就是为什么实务上有没有可能再加350亿美金，这个确实是有可能啊。专家分析，以台积电来讲，爱加投资350亿的美金，搁伫会当接受的范围内。台积电是讲会伫12董事会结束了后，对外发布新闻稿说明。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为着要打击犯罪，11个时是对外宣布，甲华盛顿地区进入公共安全的紧急状态。警察部门即马纳入联邦，互联邦来管，而且阁要调派800个国民兵来维安。华盛顿地区的市长表示讲会依法配合，也阁嘛批评讲 Trump 这项宣布使人不安。This is Liberation Day in D.C. and we're going to take our capital back. 美国总统川普11宣布华盛顿地区进入公共安全紧急状态，伊对地区的暴力犯罪问题正不满。I'm officially invoking Section 740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Home Rule Act. You know what that is? And placing the D.C. 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 under direct federal control. In addition, I'm deploying the National Guard to help reestablish law, order, and public safety in Washington, D.C.,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llowed to do their job properly. They're standing there and people are spitting in their face and they're not allowed to do anything. But now they are allowed to do whatever the hell they want. We'll never be defeated. 对川普的做法，在地区有成股甲移民权利团体示威。 This is not about crime. This is about control. This is not about public safety. This is about power. 川普的记者会开线了，华盛顿地区的市长鲍赛也开记者会，真正又提资料出来讲，暴力事件已经降到30年来上低。 Action today is unsettling and unprecedented. All law enforcement be identifiable by a uniform, a badge, a jacket, so that people know that they are law enforcement. 地方自治法第740条，予总统直接确定有紧急性质的特殊条件时阵，有权利下令华府的市长暂时交出首都警局的控制权，上最30天。若是要延长，爱国会通过授权。 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人工水会无情来关心，英国嘅苏格兰爱丁堡的亚瑟王座70是发生火烧山，虽望无人伤亡，也毋过这火炭真紧。伫亚瑟王座内底公园大部分即马拢已经关起来呀，所以游客无法度去入去。另外伫南欧，即马是因为高温的关系，有烧影有日流，这个所在高温已经超过40度。
7十的时，伫西班牙西北部才嘛有火烧山，已经有1400人去离。那这个火即嘛愈烧愈挖进世界遗产拉斯梅德拉斯孔窟。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有名地标亚瑟王座一直飘出火烧了后的乌烟，几公里外的地点会当清楚看到向顶面冲的乌烟。查在这座烧火山景点发生野火灾害，火势真紧炭烧，无情当时爱丁堡的旅游大月，爱丁堡艺术节甲绿洲合唱团演唱会陆续登场，当地约有大批的观光客。好在目前无传出伤亡消息。亚瑟王座所在的荷里路德公园也暂时关起来，这是伫7月中苏格兰各地了后，当地各传出野火灾害，因为苏格兰各地为5月以来都面临欠水，互拍火工作更较困难。伫西班牙西北部卡斯提亚莱昂的野火继续炭烧，受到小型无减加强风的影响，火势一直炭开，也影响世界遗产拉斯梅德拉斯金矿山区。因为火场有几个所在，当局怀疑部分灾区有人放火，目前超过1400人被迫脱离家园，也有居民无愿意离开。La gente se marchó, pero los que no nos queremos marchar no nos marchamos, porque sabemos que no van a hacer nada. O sea, no lo han hecho durante todo el año, o sea, durante todo el día. 当地政府紧急调派军队的消防单位加入拍火行列，因为这波极端高温有假会继续到10时。民防单位经过野火受灾规模，恐惊也会扩大。另外，伫附近的法国南部地中海地区，采购爆发的野火烧掉16000公顷的土地，也造成死伤灾害。会当讲是1949年以来规模上大的一场火灾。目前火势已经有较长好啊。Le feu est désormais maîtrisé. À 18h, le feu est maîtrisé, ce qui suppose tout de même de maintenir la mobilisation. 因为当地小影还未转好，气温会当升到-40度，加上气候大暑，所以消防单位警告，无排除火灾会阁倒起来。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有几间媒体即马拢曝光，华府和北京的贸易休战期特别到期啊！伫到期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即马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对中国商品扣对顶关税措施，要搁延长90天才会实施。来关心法国、英国已经表态，9月份联合国大会议时，因要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因若澳洲伫昨昏嘛宣布要对咧安尼做。澳洲的总理对外表示讲，这是因为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已经答应讲，未来因和哈马斯无关系没有交叉。目前包括法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澳洲拢拍算要承认巴勒斯坦，若纽西兰目前还搁咧评估。继续关心孟加拉伫今年因天狗热的疫情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啊，确定病例嘛超过24000多例。顶个月有41个人死亡，这个死亡人数是比6月份搁加1倍。当地卫生专家已经警告讲，若是无赶紧采取行动，当地8月份天狗热的疫情会愈来愈厉害。来关心到今年的5月，有超过58万的日本人来咱台湾佚佗。也毋过即马，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顶一日就伫因的官方网站顶头提出警告，讲日本游客伫台湾钓贼头的比例有欠悬，特别佮点名高分永康商圈、树林夜市甲中山节分站，讲伫遮拢有日本游客去拄着蒸馏物件碰见。也若警方统计到今年8月份，伫湘北市接到的通报报案有16件，确实和英国比起来，真是有增加。调工提出雨伞集体地力瓦件营造烧浓的假象，其实是要趁机会偷摕物件。永康商圈的这个涉案被害真是来自日本，经过警方调查，锁定4名菲律宾籍的嫌犯，也毋过人早就出境。不少外籍旅客来台必访的永康街商圈，现在被日台交流协会点名发生了日本人遭窃案件，提醒来到这里的日籍游客要特别留意扒手。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伫官网发出公告，真代表提写到台湾蒸馏案件登现相关的趋势。那提到永康街、高分树林夜市、甲捷运中山站一带夜访集体点名有日本人被害個案。すごく治安がいいと思います。夜も出歩けるので、すごく安心して旅行楽しんでます。今まだ着いて2時間ぐらいしか経ってないので、危ないところには行ってないですけど、楽しいです。
根据警方统计，今年到8月受理日本籍旅客伫台湾风头提案件，台北市已经有11件，新北有5件。犯案热点集中伫六家相关夜市等地。对比历史数据，全台接到日本籍报案，更较为2022年的个位数，到今年7月已经14件，当年提升。原本有查到2名的是蒙古籍的犯嫌有涉及窃盗案，那我们目前正在扩大清查中。另外，我们有结合双北的扒窃小组来共同交换防窃的情资，进行区域联防，会持续的来加强宣传，并且继续的努力，让所有的旅客能够有一个更良好的旅游环境。其实，伫高分啊等地入口所在登记税务告示牌，用中英字韩4种语言提示注意前流啊。不过，面对日本罕见的声明，警方也加强巡逻，提升警警率，就惊这个工具引起治安稳休，冲击外国旅客来台意愿，更加升等台湾的国际形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空军专机队，即马传出来有一个姓林的飞官违规，甲咱总统专机派进的清单传出去，外泄出去。空军表示讲，已经依照相关的规定，甲伊发达。专家是分析讲，甲总统的这一寡高层的行程泄露出去，安尼恐惊会互敌军有行动的机会。呼吁国军都爱好好检讨，唔通激放放。也就是虎空5航行政专机空军专机队，专接执行包含总统等政府首长甲国军高阶将领行政专机的任务。暗过所传出一姓林的上尉飞官为威胁，含副总统专机任务甲负责维安的神经技术的单，佮传到非国务军组技术设备。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安，那甚至是包含元首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影响。那我是希望说，国防部一定要彻查到底，行政调查、司法调查都必须要去追究，绝对不可以宽待。因为传出商职部干那检肃18日的处罚引起群众内部批评处罚不公平声音。空军回应，代志发生在去年5月，在今年5月接到反映，马上由相关部门完成案件调查，已经照国军交通安全总体规定来处罚。未来保防交通等部门也无定期到单位实施保护警保庇督检。这个泄露的时机是持续的话，那不好意思那很可能外界就会论断说你是另有所图了。中国人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叫及时的资讯。说真的，他们还真的可以发动所谓的斩首作战。专家认为，敌军虽然应透过卫星等方式整合咱的相关机队等资讯，不过真歹确认亲像是起飞的精准时间等，那相关性质外泄，会互敌军掌握上重要及时动态，进一步有执行斩首任务等行动机会，恐惊危及国家安全。呼吁国军爱重视相关的确实。记者综合报道。60岁中国前海军船长黄宏勇，去年6月份偷渡来咱台湾。今年2月份，伊坐驾8个月结束了后，移送移民署用收容代替处分来处理这件代志。那最近是方发现讲，这个人去接受网络媒体访问，公开伊规个偷渡的过程。抛出伊伫海面驶快艇偷渡的过程。伊是去年6月偷渡来台湾的中国籍查甫人黄宏勇，今年2月服刑8个月期半了，移送移民署收容，验屋期限也伫7个届满，这嘛是以收容代替处分伫台湾生活。这是网络媒体访问讲伊偷渡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附近的雷达发现，我就出港以后转向南边往马祖方向，我一定要到本岛，台湾本岛。我知道在东引马祖，这就等于跟在中国大陆的家门口嘛，这个没有安全感嘛，随时有可能就会被送回来嘛。移民署讲，收容代替处分的期间，就要定期报道或者是接受访视，但是并无规定袂使接受访问，会定期掌握伊的情形，继续处理遣返。阮姓男子于收容替代期间，遵守定期报到或接受访视等管制规定。我们会按照这个相关的程序跟规范来办理。
那但是他如果有人身安全顾虑的话呢，我们会找其他的方式来确保他的人身安全。移民事务一直甲中国方面直接处理，因过中国抑阁伫咧查即个查甫人的身份，所以无法度执行强制出境。而且即个查甫人讲，伊是受到中共的迫害才会逃走，无愿意家己转去。应该要尽快把人送去，不然如果此地一开，每个人都一起这样过来，这也是一个国安危机嘞。移民署相关的驱离出境的作业应该尽快落实展开，否则这件事情不仅是失职简直是笑话。调查地会拢要求应该检讨遣返程序内面可能出现的空窗期，而且研究修法的可行性，以免国家安全出现破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台中市中伫昨昏半暝向跳电，原因是校园内底嘅电力设备故障，赶紧启动紧急发电机了后，因为咧放轰叫伤大声，也佫有臭大味，带学寮嘅学生囡仔拢有惊到。学校是赶紧安排这学生去体育馆，嘛公告讲这2天暑期嘅辅导和电补修课程拢停课，若补课的时间会佫另外通知。在学校机房乌妈妈发电机的声音响袂煞，台中市中11透早点外传出跳电，学校先安排2班的带伫宿舍学生走到体育馆。早起6点外，紧急公告校热辅导甲中补修停课一日。学生表示半暝有听到真大声音，佮闻到臭灰大味。有声音，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开始有那个烧焦味，后来就出来了，有点整夜没睡。因为体育馆那边嘛。就是空气流通不太好，很闷，就直接跑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就直接坐在那边待1个晚上。台中市长表示，半暝声音甲臭灰大味是发电机紧急启动造成的。台电接到通报，检查外部供电系统运作正常，确认是校园电力设备故障，不是台电的问题。学校机电人员依原的检修，初步排除小动物感染的问题。伫官办甲各班群组通知停课，也通知家长接带伫宿舍学生转去。初步了解状况，目前机电人员还在了解当中。那当然，至少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安全机制，那可能电流在那边中有些状况，那我们的发电机跟断裂都第一时间做启动的。不过，经过学校全面检修了，依然无法度完全排除故障的原因，因为安全考虑，台中市中12依然停课一日。中补修课程一旦复课了后，由老师甲学生讨论补课的时间，各用线顶的方式来上课。记者综合报道。家人较侪山伫家人山边的一个社区主体1楼的儿童游戏室，伫初10时有一尾蛇烧入去内底，甲一个查甫囡仔夹着伤。经过消防人员赶紧处理，甲囡仔送病院自费清了后，即马这个囡仔是无生命危险。专家是表示，因为热天室内较凉，蛇才会烧入去。消防员紧急做救护处理，不过查甫囡仔也是妈妈好，感觉是真疼。详细一看，查甫囡仔倒只脚盘有风夹伤，空吹4颗围拢整起来，原来是和亲戚儿童游戏室的毒蛇牛角花夹着伤。消防员发现是蛇夹着伤，随送去家人登记病院自费清，已经无大碍。迅速帮小朋友做初步处置之后，我们赶快送基隆长庚医院。那小朋友送医后是无大碍。夏季是我们蛇类的一个活动高峰期，那有前往山坡地或临近区域的时候，要注意记得安全。家人动保所协部请猎蛇手上到现场猎蛇，原来这个社区瓦山边游戏间位伫1楼，蛇才会顺势走入去内底。社区就我所知，它其实靠在山边，蛇就是从外在的环境顺着中庭进到游戏场内。那我们就是统计一下，去年1年就抓了600多只，1/3，将近200多只是龟壳花。专家指出，台湾6种有名的毒蛇，牛角花、目镜蛇、雨伞蛇、8步蛇、7步蛇，也佫有赤尾青蝶虱。其中牛角花活动区域挖进人类住所，甚至秘伫厝内暗的所在。龟壳花它本身在台湾是比较广泛分布的，春夏就是它们繁殖的季节，所以它们现在的数量会比较多。居家的环境其实对很多的小动物来讲，就是蛮舒适的，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专家提醒，若拄着毒蛇，唔免惊吓，保持距离，因就会慢慢来离开。若无细腻，护蛇家一定要记哩蛇形状、花蛇，将资讯提供给医生，对医生判断使用血清有帮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今学大
镜头来高雄美浓的基永里有农地发生违法防偷污土石的代志，偷污的面积大约1公顷，因若深度有20米。市府即马表示，业者无经过许可就乌白乌，已经罚2届啊，拢做罚伊300万，而且会甲移送法办。塑胶车一台接一台载土入来倒落窟窿底，因为美浓及杨里这块农地，进前有民众发现，好好的农地内挖甲遮大窟，窟窿面积大约1公顷，深度将近20米。进前的大水库，毋若回正做一个湖，边仔车路基嘛出现挖坑。原地站伫咧外面的考察帮已经对咧放落水底，水管嘛断了了。民众讲，业者讲的甲做的拢无共，大车将路搞害了了，也害不少民众累惨受伤。我听5、6个这样。我有听过啊，然后也有听同学跟我讲过，说某某人，我问他说哪里的，他说兰花园小姐。做停车场，把它弄平，就这样。就没想到变成一个大洞。对，因为东西越来越明了，现在就知道他们是有一个集团了。这里弄完，那边有，那边弄，这样。讲好的停车场现在正做人工湖，居民愈看愈惊。市府表示，因接到通报，就马上回动派出所去看。业者无经过许可就挖土就已经违法，已经裁罚2摆，拢总罚300万。也要求地主要进行土方的回填。6月初也按照区域计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当中。现已进入司法程序，本案依法正进行回填作业。同时要求业者加速修补、复原受损的道路及侧沟。施工人员表示，因估计这个窟窿要回填好势，至少要3个月以上，因为这段时间赶工大车出入多，因此路面整修的部分需要等待回填完成才开始做。这段时间会加强安全维护，避免民众搁累惨发生危险。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永昌报道。也高雄新车头的硬体设施，即马已经到完工。车头内底月台通向高雄捷运的通道，昨昏头一天启用，所以有真侪人找无路。也搁有民众讲，通了后，后摆就会当唔免搁加细路，有袂少人拢认为加较方便。火车进站立刻刷刷落车。对11开始，民众无论是坐火车来到高雄火车头要搬捷运，也是坐捷运要搬火车，以后拢唔免阁避上八路。行这条直通的连通道会当节省至少5分钟的路程。民众讲，伊期待这条连通道启用已经1、2年，总算是可以等到这一天。今仔日实际来行看卖，确实加正利便，不过要部分需要阁加强。捷运来的时阵吼，拢爱阁去到一楼大厅嘛。佫就来迄种迄个台铁迄种迄个地下2楼的迄种月台啊，系啊，安尼算来即马安尼开放通车呢，坐要来坐火车叫做方便的啊。可是虽然找一下，其实就可以看到了，但是如果可以再更明确一点的指示，这样子，在转乘还有大家方面上会更好。代替表示，连通道原地按算旧的过年前要启用，因为消防安检的问题去拖着时间，才会甲大家启用。这段时间，因除了有加强相关路线指示牌以外，也会伫火车顶悬放送。启用的头一天，虽然有看到民众找无路的，不过问题拢无大。代替强调，因会持续关心，若有发现问题，就随改进。阮的列车，若要到高雄站的时阵，请列车长提醒车顶的旅客，你若伫高雄站要转乘高雄捷运的话，请伫第8车的位置，落楼来坐就好啊。有民众专工趁启用的头一天来行看卖，伊讲家己是坐捷运过来的，因为要行来火车头的指示牌做了无够透动，有的伤细致，有的所在打伤偏，还因细节大连，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个改善。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永昌报道。也若伫垦丁，热热垦丁，毋若游客真济，阁有几若十万只正水公仔妈妈准备要去海底放卵。也毋过呢，这一段路对因来讲有真危险，因为爱过车路，所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对初8到初10这3天要进行交通管制，要护送这母蟹平安过车路去海底放卵。车拢暂时停伫路边，志工举牌仔宣导，这是恒春往垦丁的大条路，第26号。逐年旧历6月到10月是垦丁正水公仔生团的高峰期，尤其是15月1日数量上济。因为前几年路杀的状况严重，影响到公仔的数量，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只好进行管制，避免路杀搁发生。三江湾那一区的毛竹这个物种，它应该是全台湾的，它抱卵体型是最小的。这个就是一个警讯啦。这个时段是只是针对毛竹这个物种去做设计的。
因为这个物种它体型最大，然后它最容易观察到，所以长期以来它的数据，它的那个迁徙的周期最完整，它在哪个时间点最多，大概都很清楚。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对8月开始，伫台26线金蕉湾到沙岛路段展开3摆的管制。交通管制伫旧历6月至8月15、16、17 3天暗时实施封路，10分钟通行1摆，缩减外车道。8月这3天就护送201只公仔妈妈安全过路，互因顺利到海底放卵。这3天大致上都是算顺畅，也谢谢居民还有游客的配合。那这3天的成果有护送的201只毛主岩啄蟹的抱卵母蟹到海边去试幼。自从设置的护蟹廊道之后，从原来的7、8成陆沙粒降为现在的2成的陆沙粒。除了交通管制，管理处嘛呼吁民众，若有看到警示的路牌，驶车就要减速，提供这追公仔一条安全的路。伊嘛讲，若发现有人偷掠公仔，也是破坏车地，也要通报警方。大家做伙守护海岸每一条生命。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中华，有3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的龙山寺，因为进前落大雨，真侪所在即马拢会漏水，佮有一寡插头已经凹去变形。文书局伫今年有公告要来修理的工程，也毋过标无出去。8月14要进行第2届招标，庙方希望有人来标，甲袂去拖到修复的时间。有3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龙山寺庙内有侪侪插头的建筑，但是年久过深，尤其152年起做的拜殿，头前2基维持结构的条仔，半年前开始漏水，加上前一阵仔的大水雨和涉水的情形愈严重。顶回风台的时阵吼，就漏水的时阵就知影，就是咱正殿的乡的龙边参湖边的迄个条仔吼，拢会受水来安尼啊。漏水情形会影响这个结构的安全吼，所以讲希望讲各界吼会当咱注意这个问题吼，这个代志会当尽快吼，就得到一个解决吼。虽邦文书局今年有公告龙山寺检修再利用工程，但是因为投标厂商无够投标，庙方表示2022年的彩绘修复工程，有文化团体认为得标厂商的八卦塘仔示范区未修身，引起争议。落尾工程解约，停工较紧，庙方嘛烦恼因为进前的彩绘争议。影响厂商投标意愿，牵着修复的时间。希望吼公众体会吼龙山寺的困境啦吼，留言伤过头多吼，关心伤过多吼，其实对龙山寺嘛毋是讲较好的帮助啦。维持这个整个大环境啊，就是说缺工缺料。但因为龙山寺它是一个很复杂、符合相关规定的停车场的资格，家数本来就不是很多。我们现在也还是在积极的邀标中。文书局表示，龙山寺检修再利用工程会针对厝顶漏水、插头建筑、壁道受损，佮排水系统这个问题来处理。目前正在进行第2届的招标，嘛会积极协调，邀请厂商来投标，希望会当伫年底进行顺利发包。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为着要服务精神障碍者，南投县政府即马伫德山打造南投第4间精神障碍者的服务据点，要互因会当做伙生活、做伙合作来学会晓自立。全是四炒面呐！大家做伙讨论中岛的菜单，并且分工工课。这是南投县第1间精神障碍者合作模式据点自由会所，因伫遮生活会互相合作，摒扫会所内底环境，做文书的工课。上重要的是，大家伫遮拢会开讲，互相提供心内支持。跟会员之间的相处，也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然后可以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另外一个家。自由会所目前服务56位精神障碍者，当中有13位是长期稳定咧参与。成员组成先定位，会所服务的人数莫伤济，品质才会好。承办会所的南投县康复之友协会，嘛毋望县府投入偌济资源，因为目前会员是用爱心卡坐车，一个月1000块的补助若用了，就无法度来会所。会员数不用收得多，就是可以让职员更了解会员所需要的东西。身障证明是可以有一个爱心卡1000块的部分，那使用完毕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过来会所，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南投县政府表示，未来嘛会想办法找主审单位，互精神障碍者会当稳定参与据点活动。
阮会积极来媒合业者来观察来反映中央来看捌的哪会当来缩小迄个会员数，对于服务品质可能有较有帮助。因为服务精神障碍者的第一间会所，服务效果不止啊。南投县府嘛伫第三成立第二间据点合作地方会所。南投县府表示，等第二间营运稳定了后，未来嘛规划伫南投市或者是民间乡，各省增加一间服务精神障碍者顺利伫社区生活。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也伫嘉义县政府伫今年因有举办台语季的活动，互大家到绿草去了解稻仔生长的过程，佮透过活动会当入捌在地食材。这过程拢是用台语来讲，要互民众学台语讲俗言。旧年是个七仔脚当做稻面的湿水来创作，参加嘉义县台语季活动的大人甲囡仔，来到绿草乡的产地。除了要认捌七仔的相关知识，嘛要为这当中来学习台语。会准备一寡台语的俗语，交美有关系台语的一寡历史语，会叫民众扭紧这个距离，互大家知影讲，咱米是安怎辛苦种出来，一粒米会当生出，咱种出来时一撮七仔会当生出偌济米。除了学习七仔的生长知识，课程嘛有安排食食的体验，互上课的民众用家己的手甲喙来感受在地的食材。主办单位表示，透过台语浸水式的体验课程，互民众在学习台语的过程当中，感受功夫到厝要食到有的一人真心。我是台北人，然后其实本身不太会讲台语，但是阮爸爸妈妈拢会讲台语，所以常常去互人笑。来这边的话，就加减听一个，加减学一个安尼。我感觉讲这台语课真赞啊，互大家学台语，佫会当有佚佗，佫有迄 DIY 是坐落去食物件，体验着因这农民所做出来的迄个种出来的米。嘉义县政府文管局表示，这个台语季的活动用在地食食作主题，透过囡仔有行读甲工作坊的方式，计用70场的活动，要让台语季除了有语言推广，嘛会当来传承在地文化甲产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同齐来看戏，棉花园戏剧总团有一出改排原传说，是对1993年甲打满32年的经典作品，全世界上无有50万人看过啊！今年伊要推出传承版，有真侪新世代的演员参与演出。两国小队第个男女主角交换名兼做定情信物，不过因的恋情却无法度受到祝福。女主角的老爸为着争夺江山，要甲嫁予别人，两人拄当真侪挑战。莲花园戏剧总团这出改排关传说，是自1993年首演以来传到今的经典作品。莲花园表示，为着要互戏出通对得着现代思想，毋但凸显女性为爱杀出万众为的勇敢，嘛用阮男性展现悲伤脆弱的一面。伫咧这个过程中，本来其实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就脆弱、就可怜，但是即届阮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角色，伊非常的有力，这个力是女性散发出来。莲花园自日本时代1929年承办到当800年，为着要互歌戏通继续传承落去，今年改排关传说传承版，加入侪新世代演员。有演员表示，家己接线伫咧西湖顺水坊后壁也未演出压力真大，为着要有好表现，团队原来下真侪功夫。因为头前老师的铺陈真重要嘛，爱谈恋爱，爱国家。要个贵，爱个贵，爱个找，嘿，我若上尾大无家做好，就对不起老师啊。对，所以我感觉压力足大诶。也就亲像阮伫咧即个大家庭共款，大家做伙拍拼，为着即出戏，大家为着共同诶目标，安尼努力。莲花园的改排馆传说，伫世界5大洲都捌演出过，32年来全球上无有50万人看过。今年由新世代的制作团队接手，对舞台、服装等等的设计发挥创意，和传统歌戏结合现代剧场和电影的节奏，拍算9月20、21伫咧国家戏剧院演出，希望互戏迷看到老戏出的新灵魂。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古巴最近这几冬，因的经济颇好，所以真侪有咧饲猫仔、狗仔的善心人士已经无再着个负担饲料的费用，即马因即好向观光客来讨救兵。
听到敲鼎声音，然后就赶紧过来到盘内底找物件食。已经81岁纳丽达是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居民，伊每日拢会去社区内底猫狗食物件，数十年来拢同款。原本家己出钱买饲料，或者是有业者提供村的菜，啊，不过这几年钱地啊空空，互伊只好向观光客求助，希望继续互猫仔食饱。En mi vida le he pedido un plato de comida a nadie para darle a mi gato. Nunca yo he pedido un plato de comida. Es que yo no le pido nada a nadie. Yo empecé yo sola. Y ahora, como me veo apretada con el problema del turismo que casi no hay, con el problema que tenemos en este país, que estamos un poco en baja, ¿no? Ya subiremos algún día. 古巴这几年受美国制裁、新冠疫情、通货膨胀这因素冲击，经济情形不好，为药品、电力到汽油，什么拢欠，真侪人连正常生活拢感觉困难。部分民众选择移民离开古巴，所将因的痛苦拼在街路。Yo pienso que sí hay muchas personas que sí los ayudan. Lo que pasa es que es demasiado. Mucha gente en vez de esperar para podérselo llevar del país, deciden dejarlo en la calle o simplemente los abandonan y ya. Como si fuera algo, es difícil. 有真侪人想要当三工，部分经济较好厝边，愿意接手来饲，甚至尽量照顾。也有兽医师做法为因健康检查，啊，不过流浪猫狗数量是真侪，个人力量有限，要如何管理，依然是一个大问题。虽然官方也捌推动计划，为猫狗绑起来，搁做疫苗，而且挂吊牌标示，啊，不过目前政府财政困难，大量流浪动物已经超过能力负担，计划也无法度完全落实。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外岛27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真心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